1634年8月17哈。就等下吼，我确定放送。好，开始。8月17日，今仔日用塑胶用客船载运树木去装上，这个呢 Shagan 号。长官阁下亲自坐迄寡细只用客船当中的一只，去督促紧装船吼，督促啦吼，督促是安怎讲？一时也拢想袂着吼，去监督就对啦吼。下晡上水的细只用客船落雨线，Shagan 号准备好就会当出航。长官阁下就转来岐山，留指挥官 Coster 伫遐来监督一切事务。暗时啊 ，Coster 来岐山报告讲，该船已经代志准备好了，拍算阴暗要出航。暗时啊，下设商务员 Cornelis Caesar 对片湖来到厝地，炸一张批来互长官阁下对迄张批来得悉。布雷淡号已经伫咧本个月13日出航前往日本。若是讲到迄只 Glutenbrook 号和 Z-Birch 号，还阁拢无消息，互阮真烦恼。即两只船进前读着讲，因为拄着暴风，所以无法失去消息啦哈。今仔日好天有北风。8月18日，早起南风好天，阮真好闲看到迄只便底船 Shagan 号，还阁伫咧即个位仔岸边附近咧航行。8月19，早起看见有一只船对南边来，根据阮所会当观察到的，迄只船的尖路是指片湖。你要讲迄只就是便底船Shagan 号。伫咧中昼的时阵，有8只细只用客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今仔日好天南风。8月22，吼，无值得记载的事，只敢若有暗仔看见一只挂着桅顶篷的细只用客船吼。要讲就是要航往贵人或者是日本的，而且伊的尖路嘛是指北方的。阮想要派一两只细只用客船载士兵去检查迄只船，但是因为港道风影伤大，无偌久就进入无风的暗暝，因为安尼就互伊过去咯。有南风好天。8月23，南风好天，派一只细只用客船载一张长官阁下的批信去片湖，互指挥官 Bruin 命令将快艇 Wellington 号和民辉星号派来厝地，就是台南遮吼，以便要落雨了后，佮随时佮派往片湖去写迄只便底船叫做沃曼号顶头顶的查。另外有2只细只用客船和上水迄只细只用客船结伴出航前往西南。8月25日，24、25两天无特别的事。今仔日有一只细只用客船对西南沿海抵达厝地，报告讲伫咧片湖看见各5只大船。如此，若是安尼，就 Glutenbrook 号和 Z-Birch 号还袂到片湖，互阮感觉真艰苦。今仔日对牧师 Eunice， 这 Eunice 我之前咧想讲这是啥物人吼？
应该是我较早看叫做 Robert Junius 啊，我想讲是 Junius 吼，应该就是 Junius 吼。伊是比迄个头一个牧师叫做康迪迪斯较晚几年来啦吼。但是咱之前看着讲，伊和康迪迪的牧师两个斗阵算有同事过啦吼。今仔日对即个牧师Robert Junius 遐知影讲，满头人有甲一个小人查某小人妇女的头壳扑落来。甲剁落来就对了吼。讲佮加讲这是诸罗山人所做吼，因此小人真有可能要佮发动战争吼。今仔日南方8月26，南方下晡有3只小只容克船对希纳来到此地，一只载有1批姜糖甲糖。另外2只载有4一个布料，少量的朴实的糖甲米哦，这啥物？朴实的糖甲米，这品质伫即歹哦。报告讲，9工前有一只石灰的小容克船去过骗哦，石灰可能是一个生理人的名吼，石灰。伫遐伊卖出1批死一个布料甲白糖，互5方的人，互荷兰人吼。又搁讲有5只大船停泊伫迄个小岛，即个昨还是进前2工讲的，一只船报讲遐偏好停5只大船嘛吼。有5只大船停伫迄个小岛和第2渔夫角之间。海贼老乡犹搁盘踞伫个广州附近，但是毋知影讲伊有偌济船，偌济人。一竿是留伫安海无动静，拢无伫咧进行讲要去消灭迄个海贼老乡的准备工作。暗时啊，伫城门关了后，派一队士兵出去找找驻军的文书，叫做 John Van der Hoef。John Van der Hoef， 伊写一张批伫咧中华的房间的面床底去互看发现。批甚至讲伊想要自杀咯，因为伊跋筊输差不多40里尔，迄是伊所收到要互驻军会用的钱吼，算迄个啦，用公款就对啦，甲公款输掉。即阵士兵出去约2-3点钟后，转来讲，伫咧迄个蒙仔堡附近吼，分堡附近听到上述迄个文书的声音，但是找袂到人哦。这荷兰人伫咧台湾发生的代志啊吼。8月27，我这喇叭有时啊喋喋叫。8月27，游玩是南风好天。暗时啊，差不多6点钟吼，暗时6点，海贼刀爷以及2个日本人，每一个人骹顶拢有骹顶有锁一条链仔吼，因为酒话的粗心大意吼，迄个手握着鞘，我较袂晓讲吼，出鞘的剑吼，咱捌早过啦，我袂记啊吼。手握着出鞘的剑吼，徛伫门口的酒话，去互一粒枪子拍着骹。另外一个徛伫半月堡顶头要角角落啦吼。半月堡，歹势我读偏读咯，10篇啊。另外一个徛伫半月堡顶头角啊迄位的即个酒位啊，去互对半月堡甲拼落了吼。所以因着对城堡的城墙跳入去半月堡，再搁对遐搁跳出一个大家啦吼，真神奇来对加角逃走吼，就是即个
今仔日记即项代志啦，就是有人倒押啦吼，是一个海贼叫做刀爷，甲2个日本人吼，佮骹佮挂骹扣的吼，但是甲即个周围啊，一个是叫枪子拍着吼，另外一个周围啊去互因3个人甲直接掠咧等咧迄个城堡落去吼，然后因就跳墙，再搁对迄个跳墙入去半个堡，再搁对半个堡，再搁跳入去即个埕，安尼就逃走吼。安尼看有啦吼，伊安尼写应该算足清楚诶。828，今仔日早起调查第3个日本人以及萨巴西迪亚的后生了后，知影讲昨昏逃走的迄3个囚犯吼，前几工就已经咧准备要逃走，因为为着要用伫即个城堡周围大地雷，伫咧2-3工前就已经允准因出入迄个家牢的门，互因确信即几工就要处决哦，应该是，就是要甲因处决啦吼，就是可能要吊还是枪杀啦，反正就是要杀死啊吼，所以因迄2个用链仔锁的日本人，就用12球甲链仔敲断。12球是啥物件？并且用木质铁仔甲迄甲骹架吼，甲骹架算落甲因的骹会当抽出来安尼吼，骹有法度离开迄个骹架啦吼。今仔日就派出几组士兵去要掠即个逃犯吼。下晡伫咧城堡西边的水面，甲一个日本人掠倒来。伊咧跳城墙跳落去时阵受伤了吼。土官乌兔所率领迄组的11个人，伫咧鸟港附近拄着约200个野蛮人吼，装备着长枪、盾和即砍刀吼，砍刀是个扫刀吧吼，分做3队吼，要含迄个士官含伊的部下来对抗。啊，因发现了后，随时都拢退转来吼，拍袂过人嘛，200外人吼。要讲迄寡人是打到遐的迄个野蛮人吼，显然是为着要掠强盗来出来，要掠强盗，毋知是倒位强盗吼，无讲。829，犹原是南方派去西那人的农庄里，迄个去遐守候的中尉吼，西那人的农庄内底有一个长高形的即个树林附近吼，伫遐咧听候。去遐等等的一个人吼，叫做伊是上中尉啦吼。早着海刀爷转来处队吼，就是伊甲刀爷是其中一个逃走的嘛，逃角的吼，甲带转来吼。迄个海盗去住伫个迄个所在的西那人遐，被因掠来交互伊的，就是我应该是被西那人掠来交互即个中尉啦吼。而另外一个日本人，拄则讲3个人嘛吼，掠着2个嘛吼。佫一个日本人呢是伫互阮的人当着的时阵呢，因为恐惊去互伊逃走，来将伊杀死咯。所以迄个日本人去互杀死吼。所以将上述的囚犯又佫拢总佫拢。互阮掠倒来就对啦吼，迄3个人拢掠
你爱掠着啊，死啊吼。8月29，过来8月30。即2工就是记即个意外事故吼，倒角的3个人吼，一个死哪人，甲2个日本人。8月30，好天北风。咱读过吼，迄是一人的一生吼，你看想看嘛，迄3个人伊的一生就直接就结束啊吼。8月31日，有强烈的东北风，中昼看见城堡南方有一只大船。我啉遐水，我10片，你音直发毋对去。中间出腔是小出小。第3声吼。对。小，好。咱较早早过啦，叫做看过嘛是阁袂记啊。就是剑小啦吼，刀小吼。对。因为阮较早是拢讲叫做刀龙吼，啊，所以我袂晓念即个汉字即个音。阮真正伫咧白话中，阮当中你讲的时阵，拢讲刀龙。好，有强烈的东北风，中昼看见城堡南方有一只大船，甲一只容克船。因为强风含即个水退潮吼，到要暗啊，才游员需要伫咧城堡东南方差不多2海里的所在停泊。8月结束，9月。9月1日，对几个生仔人遐知影讲，伫咧清水溪含遥港附近发现一个死去的荷兰人，因此派一组11个人的士兵去看。今仔日透北风，恁应该约会出来，即个啥物人啊吼？之前有一个博缴甲公款输去的迄个文书，应该是伊啦吼。伫咧遥港附近死去啊吼。清水溪啦，含伫咧清水溪遐啦吼，就是二林溪吼，即嘛二林溪。9月2日，所以个另外一个人的人生吼，这是一个荷兰人，伊的人生嘛，到遮就结束啊吼。讲起来是足稀微的吼，即对因来讲，迄种离乡背景吼，来到足远的即个所在安尼。是伫咧异乡吼，而且因的岁数应该是拢阁足少年的吼。9月2日，南方，今仔日快艇Cooker 号载着指挥官 Bruin 对平湖来到即个商馆的头前停泊。对你看平湖遐迄个指挥官一直拢伫平湖遐嘛吼。指挥一寡物件要装好，要上船吼，啊，要载去对巴达维亚的船要去日本的，拢会经过即个平湖遮伫遐，搁装船啥吼，拢是即个指挥官伫发倒的吼。伊今仔日坐即只快艇来到商馆遮头前停泊，商馆就是台南遮啦吼，台湾。上席商务员 Dicker 坐着快艇 Blaiswick 号对港南也来伫咧商馆头前来停泊，快艇 Warrington 号嘛对平湖来到此地港外吼。可能要开啥物会吼？今仔日这日子我写遮长了，看咱来看啥物代志吼。快艇 Braithwaite 号的船长报告讲，因伫咧三川岛含布伦号、波梅号含古亚号分散去啊吼，因为一场可怕的暴风，所以含即寡船拢分散去吼。每一只船拢断失3个艇甲索啊吼，并且看见快艇 Zebra 号断失的前围吼，头前迄个桅杆断去啊，船首的车桅甲3个艇吼拢断去啊吼。伫咧三川岛东边约3海里的所在咧漂流吼。Zebra 号，因此派助理 Hendrik Boot 去遐
去只快艇甲因讲，若是无法度即个无法度通驶过来遮，驶过来台湾遮，就应该前往讨论湾遐，讨论湾就是对吼。伫遐装备所有需要的物件，听校长官普特曼斯阁下的命令，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上水船只平安来抵达此地吼。也对于上水的戴克就拄则迄个上设上员做迄只 Braithwaite 好对港南来迄个吼，戴克嘛讲，伫咧港南的贸易，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哪人继续伫遐交易，对公司就会当讲是无利可图啦吼。伫港南遐生意吼歹做吼，拄着是哪人就无通趁啊吼。只敢若会搁再一次遭有痛苦利益吼，除非是为着要去交易现款吼钱。这句啥物意思？就是除非要去换钱啦吼，应该是这安尼意思。而且戴克伫咧日本已经有即种现款的卖主，交易即种现款，这应该是就是拿汇兑啦吼。就是外汇啦吼，交易即种现款约略有28%的利润吼，有28%利润啦吼，但是黄金的利润真歹，买来送去，买来送去迄个海岸卖，相信是无利可图吼。因为黄金利润歹，所以即个海岸是讲倒位啊？港南哦。Coromandel 海岸这是啥物所在？无写。讲若算去遐卖黄金，无法度通趁吼。对 Bruin 阁下遐知影讲 ，Bruin 着骗互来即个吼。快艇 Old Water 号已经伫咧7月21日 ，Bradham 号伫咧12日。Grow 号伫咧15日，平地船Shagan 号伫咧8月25日出航前往日本，或者4只船吼出航去日本啊。伫咧平地船 Shagan 号出航迄一天，韩曼和 Jackson 的用客船拢抵达片湖，运来60担的丝、一批糖甲冰糖、面粉以及少量的即个丝质的布料，因此 Bruin 阁下和议会决议征派快艇民辉星号载迄寡货物前往日本。该快艇伫咧8月28日出航前往日本，今仔9月22嘛吼，顶个月对。万愿能的上帝带领上述船只平安准时抵达目的地日本吼。9月3日，西南方港岛大影有一只洋客船对厦门来到台湾遮，报告讲，伊官和奥古斯汀决定要甲以早和奥古斯汀前来厦门的即个日本人刣死，因为因日常粗暴。蛮行，足野蛮啦吼，足坏爸爸啦吼。我看伊个注脚写啥物事？跋筊，应该是荷兰文即个词嘛是有跋筊的意思，可能无伊讲有可能是 brutalis 嘛有可能是 typo 就对啦，写毋对。跋筊即字若是typo，就有可能是迄个即个真拗蛮啦吼。所以决定甲即个日本人刣死。是哪人惹起的问题吼？即句是啥物意思？迄寡日本人当是哪人要来执行即个决定来因收取武器的时阵，迄寡日本人警觉此事，所以起来反抗，
造成56个希腊人和2个日本人死亡，其余的拢逃走，也甲奥古斯丁押走吼。按照希腊人咧药啦吼，拍算是要甲伊带去交去互海贼老乡，确实如何犹太时间分晓。所以伊官另外有一个叫做奥古斯丁吼。我印象中奥古斯丁其实嘛是一个海贼啦吼。伊有即个是教会互伊名吼，奥古斯丁吼。那个伊官嘛有一个名，我真想袂起来吼。好啦，即个奥古斯丁叫用押走吼，咱再来看后壁看有啥物消息。今仔日要暗嘛透东风，快艇威灵顿号因为大影无法度入来落雨。9个4日。西方早起看见海上有一只船航来，根据阮所会当看见的，迄只船的大桅杆长实，但是因为港岛海影真大吼，船只袂当出入。这是9月初4吼。我一直咧等天雄兄，我咧想讲甲回一下信来，顶礼拜5甲叫邮寄来台下顶，结果袂去，我较袂去诶。我会讲几句话吼。另外吼，咱顶下读诶阵，我有一寡书吼，有一个书就是咱有讲起迄个9月4，咱就遐小停下。咱有讲起讲，台湾落魄伫咧迄个荷兰时代，台湾落魄拢销去日本吼，就是日本建国时代的时阵，因建来建去嘛吼。啊，所以因迄个穿的迄个盔甲吼，盔台语嘛叫做盔啦吼。咱查一下，学一下台语咧吼。盔甲的甲胄啦吼，甲胄嘛吼。所以你伫个迄个安全帽啊，嘛会当，就是头盔吼，头盔啊，盔啊是用来分开金等等的器具，这是啥物件我毋知吼。盔枪帽吼，盔枪帽应该是军帽，有一种军帽顶头帽仔顶有一支枪的迄种帽啊吼。另外是盔甲吼，盔甲的甲胄嘛吼，甲胄吼，这是盔。啊，台湾的落魄就是伫咧即个日本人因的即个盔甲的即个衬垫嘛吼，衬垫啊一时啊，我台语袂晓讲，就是内里内底你住的啦吼，内里就是内里嘛吼，内里。LAI 第7声 ，LI 第2声，LAI 第7声 ，LI 第2声吼。内里就是两个意思啦吼，一个是内幕内面内部嘛吼，嘛是就是 inner 嘛吼，就是 inside 嘛吼。毋知内里就是毋知内底发生啥物代志吼。另外一个意思就拄则讲的衫裤的内里吼，衫裤的内底迄点啊吼。啊，衬垫 pad 就是台语讲珠啦吼，珠啦，阮是讲珠啦，但是讲珠恁较听有吼。CHU 第7声，全集腔叫做珠嘛吼，就是阮东华腔叫珠吼，珠。歹势是另外一字，伫遮吼，一个珠。贴底的物件吼，就是珠吼，贴伫咧下底的物件 ，pad， 或者是咱来看例句啦吼，创一块珠吼，椅珠就是椅垫吼，
地后珠，北电嘛吼，以电北电的一珠地后珠吼，啊，用物件贴带下底，用物件贴带下底吼，嘛是自这个头前这拄则咱讲是名词，这第二个这是动词嘛吼，就自纸要垫一张纸吼，自留纸啊吼，所以自留纸啊就是头前动词后壁名词嘛吼。好，所以就是较早台湾的落婆，就是卖去日本，就是最主要是做即个盔甲的珠啊，吼。我早着的先煞和大家分享啦，吼。咱继续来看日志吼，9月5日。早起时透东北风，有2只细只撞客船对西那来到出队来到台湾，再来飞啊、糖以及其他的西那货物，证实关系日本人甲奥古斯丁的消息吼，就即进行讲日本人逃走嘛吼，甲奥古斯丁做一个压走。伫咧中昼的时阵，透东南风，下设商务员西泽吼，我拄则念想西泽毋是凯撒，真正伊即摆即个翻译就是凯撒吼。下设商务员西泽坐一只细只洋客船出港，去甲迄只大桅杆已经断去迄只大船船长讲，透南风的时阵，就爱起艇前往偏乌。下晡迄只大船就起艇前往偏乌咯。Caesar 就对迄该处去快艇威灵顿号遐尽量来落货，为着要互迄只快艇会当入港来，就是因细只船仔就去甲迄只快艇顶头物件落落来，互伊当入港吼，食水较浅会当入港。9月6日。好天透东南风，派2只细只船甲1只小型客船出港去威灵顿号遐落货。下晡，迄只快艇载下设商务员死者入港来，报告讲，迄只长大桅杆的迄只大船是布伦号吼，伫咧马卡奥下面吼，遭遇强烈暴风，但是毋知影迄个宝马号和古华号的下落啦吼，拄则有讲4只船分散去嘛吼。这只布伦是其中一只，另外2只佫毋知吼。祈求万能的上帝带领因平安来到此地吼。今仔日长官普特马斯阁下含议会决议，迄只大船布伦号一准备好，就爱开动边队船菲斯都因连号出航前往巴达利亚，而快艇威灵顿号、库克号和布莱斯维克号爱去贝多布兰科，就是香港的附近吼，爱去贝多布兰科遐巡捕对马里纳或者是日本前来的葡萄牙船，并且决议要派指挥官 Coster 去芒港确实来视察该处的情况。并且探测迄个港湾的水深，然后要去偏湖来安排一切的代志。最后决议关系要派沃曼号去暹罗普查的代志吼。因为还未落号，还未落线吼，还未当出航，所以会延期到有船对日本前来的时阵吼，才要去暹罗。9月7日，透南风，有3只细只洋客船出航前往西那。伫咧要中昼的时阵，快艇威灵顿号入港来停泊伫咧商馆头前。有一只对绕港来的细只洋客船嘛来商馆头前停泊。今仔日，长官阁下含议会又阁决议，要尽可能紧甲快艇威灵顿号顶头所存的货物拢甲落来，并且要互伊装备所有各种的使用品。
迄只船断失了2个钉，以及真侪伊日常需要用到的即个锁啊，吼。9月8日，南方要到的时阵，指挥官 Cost 遵照国旗出航前往芒港。快艇 Brunswick 号伫阴暗要出航前往片湖，载一寡输用品要去互 Buren 号，然后要去落迄只细只落迄只变底船吼 ，Whistunian 号顶头的号码，互迄只变底船会当入港。今仔日，顶管普罗曼斯国下议会决议，互 Z-Birch 号所掠去，含戴克先生同齐来遮的迄只容客船顶，下迄2个希腊商人，决定要互因带号码，就是要甲行因的号码，要行因啦，互因带转去希腊。迄寡号码重要性真少，无啥重要啦，所以就不行因啦吼。又搁决议讲。迄张总督阁下写互一贯的批，要寄去互韩万，由韩万来考虑决定讲是毋是应该甲迄张批放伫咧秘密的箱仔里，伫咧夜间送去互一贯甲其他的大官，或者是应该公然来转交去互因。但是若是觉察到讲迄张批会引起不安吼，引起即个动乱不安啦吼。安尼就应该甲迄张批早来处理吼，就是叫韩万决定啦，看是毋是要安尼做吼。另外，决议因为牧师有来批吼，牧师毋是干那一个，几啊个牧师来批，我看嘛伊的对注脚是安怎写。讲Robert Junius 的备忘录吼，1635年关系希望派几个Formosan 的少年人去荷兰接受教育。来，嘿，即个消息今仔日才看着吼。其实我较早印象中，我伫咧读迄个台湾传教之成功迄本书内底是都讲去讲，因为你拍算讲要绑架一寡少年台湾的少年囡仔吼，当然是原住民啦吼，就是边部族的吼，应该是西拉雅啦吼。因为拍算要甲一寡台湾少年人要送去荷兰留学哦吼，意思就是安尼啦吼。以便要担任教师甲牧师，就是要栽培因嘛吼，将来来做即个。当然教师主要是要教荷兰文嘛吼，当然牧师就是教圣经嘛吼，讲道嘛吼，用来扩大基督教伫咧佛罗摩萨的代志吼，关系即项代志吼。会当伫咧海牙总档案馆吼，编号是啥物，会当看到即个消息吼，就是Robert Junius 所写的吼。好，咱转来遮看吼。另外，决议因为牧师会来批，请求允准因2个人当中的一个会当带4、5个新港的少年出学去荷兰，互因伫咧荷兰的学院来进修，以便将来会当伫咧因家己的人民当中来升任为牧师。即件代志，因为各种原因，决定要延到接到总督阁下有关处事的来函，才来做决定吼。就是爱等1年吼，巴达维亚迄边的消息，再来决定吼，是毋是要安尼做吼。好，今仔日看了即条消息吼，1634年的9月吼，1624年嘛，这因都已经拢来台湾10年啊吼。早想要做即项代志，当然毋是荷兰官员想要做即代志，对因来讲，这毋是因的代志吼，是牧师啦吼，牧师想要做即代志。当然，咱所知影就是无成嘛吼。9月9日，因伫咧台湾38天，结果。即件代志无做成吼。9月9日，朝北方有一只细只容客船对希腊来到此地，载有米甲盐吼。有一只细只容客船出航前往芒港。
你看因无送囡仔去荷兰留学，但是因伫个新港即只教新港人所写的新港文字吼，一直到几百年后，新港人搁咧使用吼，用来咧写契约。所以荷兰人伫台湾的影响其实是原来是诚深啦吼，38年啊，但是影响咧诚深。只是讲后来因为西拉雅因伫台湾一直拢算弱势啦吼，后来来接手的郑成功啦吼，或者是台清吼，这强势，因就等于是后来就等于去用消灭去啊吼，文化、文字啥，古面就拢消失去啊吼。即被消灭即代志，即种悲惨代志，即嘛当咧发生吼，伫台湾当咧发生吼。当然发生毋是一工两工吼，已经是几十年啊吼。对于1945，对1945年算起啦吼，到当即嘛搁咧发生吼。9月10日，透南方无特别的事。9月11日，西方无值得记载的事。我即摆咧做诶代志，就是反抗，等于是对即个被消灭即项代志诶反抗啦吼。我即摆咧做诶，我即摆逐工咧做诶，就是我毋知。当然，毋是干那我咧做尔，足侪人咧做吼。你伫个不管是伫个 Facebook、伫个 Twitter、伫个 Thread 顶头，你都会当看到足侪。不管你是叫因1450啦，叫因是台派啥物吼，足侪人其实拢咧做相款诶反抗诶代志吼。反抗被新仔消灭诶即项代志吼，强势文化、强势即个，而且即嘛毋是干那倒来，搁是搁有伫个即个大陆即边诶即个新仔即个武力文化吼、技术呀各方面迄威胁。9月13、14、15、16，大部分拢朝北方。即几工无值得记载的事，即间今仔日有一只水车洋客船前往芒港，并且有一只水车洋客船前往瑶港。所以在座各位吼，你嘛是咧做相款即个反抗的代志吼，就是较早新港人被消灭的即个过程，希望讲无希望发生伫个，伊搁再一次搁发生伫个咱一代安尼。9月18，为着要去落平底船菲斯杜因号顶头的号码，所以派去平湖的迄只快艇布雷斯维克号对平湖解动平底船菲斯杜因号转来，已经转来取地咧停泊，转来台湾遮停泊啦。报告讲，快艇宝美号、古华号和日宝桥拢阁也未到平湖。9月19。有一只水车洋客船对厦门抵达台湾吼，载有一批青丝、一寡糖以及其他的物件。报告讲，漳州和泉州，拄则迄个古斯塔吹有入来吼，注意着。本来拄则看到迄消息，要派学生囡仔去荷兰留学的消息，想讲较无共、较有意思的消息，会当互伊看到。啊，无念来念去拢一寡笑吼，一寡流水账吼。无，但是伊可能提早离开啊，可能无听到。好，咱继续读落吼。一只水车洋客船对厦门来到遮载一批青丝糖甲其他的物品。报告讲，漳州甲泉州的海盗以及其他几啊大官伫军门知影的情形之下，当咧含几个其他的人咧设法，要伫个3张通行证以外，阁允准发放2张通行证互阮的人，来利便阮对漳州甲泉州的人遐平分征收国家的税。这是啥物意思？并且互更较侪货物来运来阮遮，应该是意思是讲，我发通行证互恁荷兰人，是为着要互漳州人甲泉州人会当平分征收国家的税。看无解有，也
知识也知影讲有几个安海的生理人捌去过贵人吼，有2只大船，贵人是迄当阵是西班牙人伫遐吼。有2只大船对马尼拉载真侪做资本用的银来到贵人吼。迄寡西班牙人用每一担210里尔甲220里尔这么悬的价钱吼，来收买平常时的青丝，就是安尼。阮即个厝边吼，即个歹厝边，一年甲丝甲其他有关荷尔蒙的价钱拢举起来吼，即个歹厝边安尼吼，互阮生意无好做吼，将会愈来愈造成阮搁较侪的损害。另外，对马尼拉的情形，因毋知影讲，因为因家己无去过贵人，即寡消息即时间对别人遐听讲，也对因遐知影讲，伫咧2-3工内7-8只酒以及Jackson 的溶血船会满载糖甲其他荷尔蒙进来厝地。西北风好天。9月29日，犹原是西北风，无特别的事。10:21吼。9月21日，透西北风，接心嘛吼，接心是生理人吼，应该是希腊人吼。接心的溶血船抵达台湾停泊，载有一批茶帮以及希腊麦仔酒。报告讲，含万含其他的生理人的溶血船，伫咧近日之内要满载着糖甲其他荷尔蒙要来遮吼，愿上帝互因会当及时前来。9月22，无值得记载的事，北方。9月23。犹原是北方风势真强。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含议会决议，阮要甲所有伫遮所收买的商品，尽可能来装入快艇库克号、威灵顿号和布莱斯维克号，用来载往片湖，并且去装伫咧即个布伦号顶头。又阁决议讲，布伦号要出航以后，布伦号出航以后，迄只变体船沃曼号就要随时要前来厝地，前来台湾啦吼，甲查落来，并且准备要驶去暹罗，就是泰国吼，所以查应该是对泰国来吼。又阁决议讲，关系着提有总督阁下的通行证，要前往巴达维亚的希腊人的溶血船，以及要前往暹罗、港南甲坎布迪亚的溶血船，阮会遵照总督阁下的命令，互因无受妨害来自由通航。但是对迄寡要前往敌人的所在的溶血船，阮会确实安怎，甲因送去巴达维亚去吼，要甲迄寡溶血船的首领带入去阮的大船里，但是无爱损害因的溶血船吼，要甲因送去即个巴达维亚去，并且决议讲要派去港南的船，因为各种原因会延前到派往暹罗的船出航了后，才甲因派出去，并且要配备200个士兵来做守卫军，无包括着水手甲各种的工厂。又阁决议讲，当阮将派快艇布莱斯维号前往波罗的什么所在？波罗的是海南岛东北角的塔亚群岛吼，塔亚群岛。OK， 伫阮要派快艇布莱斯维克前往波罗的，最后决议讲，阮将会甲上级商务员Van Sanen送上快艇布莱斯维克号，为着要伫各方面来协助指挥官 Bruin 吼，即个上级商务员啊，要互伊去甲即个指挥官 Bruin 斗相共吼，所以会互伊去做即个布莱斯维克号。9月24。
昨昏所提到、所讲到关系到要伫咧芒港建造要塞技术要塞堡垒啦议会已经决议要延前到接到总督阁下的有关内批才来决定。但是如果有日本人的用客船前来，阮就要去遐用竹仔起造一间厝，用来要用起造石河厝的名义去起啦并且要派一只快艇去停泊伫遐，用来运输石河，并且要用来表示迄位是保留互阮的。用即个办法会当阻止想要占迄位的所有其他的人即个地点是你讲啥物所在？我若看无。伫芒港起造，就是应该是即个所在，应该是讲芒港25日9月25透早吹东南风，今仔日有4只容克船对西那来到出台湾其中一只载有超过120担的锌，我今仔日拼音发袂出来120担的锌以及一寡糖，其他三只载有米、盐甲一寡暗门土。报告讲，行李人航班和酒库伫咧最近会载着各种商品倒来，过来哇，讲几啊工，讲到即嘛还袂过来。又搁讲海贼老乡差不多伫咧40工前派25到30只伊的用客船由伊的3个主将孙营去东山，带伊的用客船停泊伫咧京戏湾伫即个海洋戏湾京戏湾40工前因伫遐因要派即个25只到30只的船去东山，要去遐作战，但是因为遭遇暴风，大部分的船拢遇难咯有诶伫咧海上沉没，有诶弄着即陆地来破碎去，上述3个主将嘛死去拄着风台一切拢乌有去。9月26日，西北方除了无用装号去迄寡快艇，并且收买昨昏所运来死以外，无特别的事。9月27，西北风下晡快艇 Brunswick 号满载好要出港，要去找找 Oldwater 号和 Bradham 号的艇要去找因落去的艇这是要安怎找？9月28日有西风，天气袂歹，快艇 Cooker 号和 Wellington 号启动出航来到港口。迄当阵因为西风以及港道内底水伤少，无法度通出港。今仔日有一只小只容客船对西那来到遮，载有米甲盐。9月30。9月29、30日无特别的事，吹北风，因为即个北风以及港道内底的水伤少，又搁潮流来无多就水淹起来时阵，水无够悬迄寡快艇拢无法度通出港下晡有一只小只容客船对西那来遮，载有米甲盐。好，无咱今仔日读到9月29啦，剩1分钟，咱10月明仔载再搁继续看一下把笔，帮咱做笔记，我看一下讲迄个，OK，OK，关系出草的代志
外国学者记录巴比有写吼，明治时期永历之象征，加拿大牧师马偕伫个会议录内底有讲起吼。另外是明治的时期，汉人移民台湾，并且和平部族透南带做伙啦吼。平原中为汉人所征服国族，因认为是叛徒，所以以汉人的头为头顶胜利品。哦，因会去杀即个高山部族啊，就是会去杀青番啦吼。这应该是青番出草来杀即个汉人啦吼。好，继续看强盗。李林亏李顺家丢来李字吼，自报纸着。过来是鹿耳门吼，鹿耳门溪附近因为陆地形状像鹿仔鱼啊吼，有诶讲是原住民语言转音字声吼。像台东海段乡的母鹿，可能是一种叫做母乳的草得名，因为当地泉水冒出来声音吼，用水声号名叫做布布，后来转音叫做母鹿，除了上述地名以外，鹿仔寮、鹿仔溪，台湾足侪鹿仔咧活动的地名就对啦吼。南庄的鹿场、鹿草，真侪县市拢有鹿仔寮、鹿仔坑吼。阮竹北嘛，敢若一个是叫做鹿场，这鹿啥煞袂记啊，煞袂记吼。好，日本人要伫个鹿皮量真大，台湾无法度攻击了后，荷兰人劳军就动到即个柬埔寨啊，所以后来战争，以后可能会看到吼。搁有一个八卦消息吼，李诞，李诞和即个陈其良的关系吼，讲进一步的关系。古书写讲李拾者满之故乡也，往来日本甲即个夷邪吼，所以弃妻子娶有夷，就是伫咧日本娶某啦吼。陈其良啊，其良少年交好，就是少年阁缘投啦吼。以良容书记，就是你描述李诞甲陈其良的客兄弟关系吼。这是你讲啥？义父义子是客兄弟吼，难创吼。我毋知影阁有即种消息吼。哦，李诞。对啊。李诞就是迄当阵引娶，等于是引娶伊荷兰人来台湾的，就是李诞牵线的吼。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荷兰敢若无拄着风台甲地震，有啊，定定拄着啊。有啊，我就讲你连啊无专心啊。但专心的注意着嘛，因一直问讲，这是毋是风台？我就一直讲应该是啊。伊是选手。描述是讲，啊。是顶悬的描述无直接讲风台啊，伊会讲是啥物风向甲对啦，强度，对吧？对，伊会是讲北风啥物吼，是拢无，迄当阵无直接讲风台。故事大侪人拄则一寡少年台湾少年囡仔要去荷兰留学，你无看着吼。哎哟 ，Eric 讲。陈其良是李诞的男宠吼，这事实是史料有证实着。好，故事大最感谢吼，欢迎你来吼。阮伫遮是时间就1点钟尔，时间到就拢关房啊，所以欢迎你有闲就来听啦。阮差不多逐工拢有，除了台湾的拜三甲拜五、拜六礼拜无安尼吼，其他拢有。好。安尼，咱爸爸要关房哦，吼。多谢阿公。
好，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好，拜拜。